到这消息，看到这画面红真心酸。台中清水大秀国小的学生囡仔，都是透过电视甲报纸知影战争的消息，特别来发起着义卖活动。除了卖学生的遗作，更有善心人士关注到高丽菜甲二手米啊来义卖，要为乌克兰尽一份的心力。学生囡仔徛伫作品前，甲民众介绍伊的创作理念。清水区大秀国小的囡仔，针对最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愈来愈严重，不少家庭被迫流离失所。为了帮助乌克兰的难民，学生驻地小市长陈心如特别就师生发起义卖活动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小小的活动来募资这些钱财，来帮助他们国难民。心情上其实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知道可以帮助他人。为着要义卖，这同学嘛发挥画图的本事，创作真济作品。要学生特别加这个乌克兰的国旗表示支持，并且伫义卖现场甲大家推销。另外边还有善心人士特别捐高丽菜甲二手的物件来义卖，有这个民众热烈的响应。小朋友这么小就有这个爱心，有这个同理心，所以我就说，那一定要来共襄盛举了。这幅画是一个抱，我们要拥抱乌克兰的儿童。然后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的意义很大。刚才一早起尔，就募到4万多块。校方表示讲，这善款会透过住伫清水区的台湾竞赛乌克兰籍画家伊凡先生，将这爱心的款项汇到乌克兰相关的机构，希望讲为战争的受害者尽一份心力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